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ax TV 香港。喺呢度，我哋每日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、最真實嘅生活同事情，無論係激活熱傳、拒絕被神化，梁朝偉應社恐再遇窒息式接機，一代男神為滿足粉絲竟委屈妥協。在光怪陸離的娛樂圈中，明星往往被期許要長袖善舞、八面玲瓏。然而，香港影帝梁朝偉卻始終如一地保持着低調內斂的獨特魅力。他那份不加掩飾的社交恐懼，反而成為了他在湖光樹色的鎂光燈下最真實的標籤。近日，他在紐約宣傳新戲《寂靜的朋友》（Silent Friends） 的一幕，便再次引發了大眾對於公眾人物私隱與粉絲追星界線的熱烈討論。事源偉仔步出酒店前，赫然看見大批粉絲在門外守候，那瞬間他面露不知所措的表情，只能無奈地抿嘴微笑道，出了一種被迫營業的 I 人的辛酸與可愛。片段一出，即刻惹起網民瘋狂轉發與熱議，有人打趣說他的嘴巴緊張得變成了符號，笑稱他是 Iron Man， 甚至精準吐槽，如果可以，佢應該會即刻掉頭走。但同時亦有聲音指出，真正愛護偶像的粉絲其實不應該在偶像的私人時間作過度打擾。這正正觸發了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溫和辯論：到底在資訊高度透明的今天，我們該如何拿捏對偶像的愛與尊重？偉仔雖然天生性格內向，過去亦曾親自拍片坦誠自己不善辭令，初見面會緊張。但面對熱情守候的粉絲，他最終依然選擇妥協，一口答應合照的要求。這份雖然害怕，但依然溫柔的親民態度，絕對值得我們給予最大的掌聲。然而，這種俾面的背後，卻折射出當代娛樂圈中內向型藝人的生存困境與心理壓力。當 I 人 M+ 性格測試中的內向型，在一個極度需要展現 E 人外向型特質的行業中打拼時，他們的每一次營業都在消耗着巨大的內在能量。觀眾在消費這種反差萌帶來的新鮮感時，或許更應該學會轉換視角，給予這些將靈魂毫無保留地奉獻給電影藝術，卻在現實生活中需要極大個人空間的藝術家們多一點詮釋的餘地。用到穩。畢竟，距離產生美，與其在酒店門外苦苦守候，逼得男神不知所措，不如將這份熱情轉化為入戲院，支持他每一部傾注心血的作品。這不僅是對他演藝事業的最大認可，更是對他個人生活最溫柔的守護。讓這位在銀幕上風華絕代，在台下卻難填如小年的影帝，能夠在不用面對鏡頭，盡量取亮長年大。